被锁在楼顶了，我出不去。等我啊。好，我等你啊。不会吧，这么倒霉？文文姐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接电话，接电话。喂，老板，你能来帮我开下门吗？我本来不想找你的，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在哪？安泰大厦，我跟文文姐一起来的，她有事先走了。我被锁在楼顶了，我出不去。雷雨天你在楼顶太危险了，找个躲雨的地方等我。等我啊。好。